十誡並唔係一組零散嘅道德禁令，而係一部喺歷史斷裂時刻之中誕生嘅生命憲章。佢出現於出埃及嘅關鍵節點，一群剛從奴隸體制中被釋放嘅人民，尚未學會如何自由，卻已迫切需要秩序。正係喺呢個時刻，十誡被賜下，作為連結被拯救的身份同如何活出人樣之間嘅橋樑。必須要首先指出嘅係，十誡嘅神學邏輯同世俗法律截然不同。佢唔係從你應當如何開始，而係從我是誰開始。我是耶和華你的神，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。身份先於行為，關係先於規範，救贖先於倫理。呢一個前提決定咗十誡唔係壓迫性嘅控制工具，而係為自由者而設嘅生活指引。從結構上嚟睇，十誡呈現出高度統一嘅內在秩序。前四誡指向人與造物主嘅垂直關係，處理敬拜、信任同時間嘅問題。後六誡則落實於人與人之間嘅橫向關係，涵蓋家庭、生命、身體、財產、言語同內心慾望。兩者並非分離，而係互為根基。失去對神嘅正確定位，人際倫理終將瓦解，破壞人倫秩序，信仰亦必淪為空談。喺宗教歷史嘅長河中，十誡所揭示嘅最大突破，在於佢對偶像嘅重新定義。偶像唔再只係木、石、金屬嘅神像，而係任何被人賦予終極意義、終極安全同終極價值嘅對象。權力、民族、金錢、制度、科技，甚至被神話化嘅自我，都可能成為新形態嘅偶像。偶像嘅本質唔在於宗教形式，而在於終極信任嘅錯置。歷史一再證明，當文明失去佢超越性嘅中心，秩序就會轉化為壓迫，道德則退化為工具。十誡之所以能夠跨越時代，正在於佢唔將善惡嘅判準交付俾人自己，而係將人重新定位於受造者嘅位置。咁唔係貶低人，而係拯救人，因為唯有承認自身有限，人才能免於成為他人嘅神，或被他人嘅神所吞噬。若從生活層面觀察，
十誡並唔係遠離現實嘅神學文本，而係直指人類最深層嘅困境、失序嘅慾望、碎裂嘅關係、被效率同競逐吞噬嘅靈魂。安息日對抗嘅係生產至上嘅暴政，不可殺人捍衛嘅係不可替代嘅生命尊嚴，不可作假見證維繫嘅係社群賴以存在嘅真理基礎，而最後不可貪戀，則將問題推向人心深處，揭示一切外在崩壞嘅內在根源。因此，十誡最終唔係一部禁止之書，而係一幅回歸之路嘅地圖。佢引導人從錯置嘅中心退回，重新對齊那創造萬有、呼召光明的源頭。當人唔再以有限之物承載無限之渴，生命就得以安放，而文明先有可能重建佢嘅道德同靈性嘅根基。喺黑暗反覆湧現嘅歷史長夜之中，十誡始終提醒人類，光並唔係由人點燃，而係來自起初那位說要有光的造物主。回到他那裡，不是倒退，而是回家。